后来乡亲啊，后个月清明4天的连假，这个台铁甲高铁的车票陆续开始卖了。目前双铁已经卖出575000张。这个高铁伫清明连假开197个班次，到早起的11点为止，大约有35万人完成订票。另外，这个台铁是加开753班，到早起的9点进前，已经有超过22万张的订票。还未抢到车票的民众嘛，免担心。台铁讲，这届清明连假，若是超过时间无来提的车票，你初7的早起9点会重新搁提出来卖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